台湾的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迄天，我连路连撞到一个观众朋友咧学了，讲解文说理有影好看，好，我读一对较调。阮孙、阮后生，若要甲我相抢电视迄支遥控器，我拢落个唔放。这3分钟唔看唔煞，国情啊听到真欢喜，我就当面甲讲，爸啊，你有影才通讲咧。唔通干那讲，互我欢喜的呢。有影才通讲，即个食咱知影，口气转变。拄啊有影，你才通讲哦。食安那，这台语的口语，啊嘛唔是我骗的，有影才通讲哦。就是确定一个讲，到底是毋是事实？社会流传真实行的话嘛。结果即个阿伯也一个欢喜尔，继续学了，你敢知？国情啊，我甲你讲，第一，我看你吼，人才缘投，哦，敢有影？第二吼，学问相当。阿伯啊，人才缘投，甲学问相当都无斗过。毋是啊，因为你太缘投，所以我袂使讲你人才普通啦。哦，安尼我听得足欢喜咧。学问相当，阁有算盘的懵，我是袂晓。我考试的时阵数学是真含慢。啊，总讲你就是足牛的啦。阿伯啊，讲安尼，我甲三奶倒头，我讲伯啊，教毋则安尼，拢讲迄个人爱听，毋则安怎样？又阁是一个转换的口气。头拄仔咧讲有影才通讲，有一日食；即摆咧讲教毋则安尼，原来有一日食。原来社会流行的话，原来毋是国情阿骗的，教毋则安尼。我甲三奶阿伯啊，你肯讲就讲人爱听。结果即个阿伯啊，看国情尾阵强要夹起来，煞甲断口经，你敢知？国情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迄毋是你教啦，迄是电视台甲你栽培，阁有啦，制作人甲你牵绳，互你机会，阁有甲你找资料遐个同事，学问真饱。吼，本来要甲我学了的，结果即马煞，袂输敢若咧甲我消导，甲我断口经。阿伯啊，你头啊讲我欢喜的，结果人伊即马一个转变话句尔。我嘛是爱看到伊举楼梯赶紧落来，你敢知？听到伊咧学了制作人，学了电视台栽培，咱赶紧顺势来说讲，到当你才知。国情啊，你若遮干巧，毋是？我要研究一下讲，到当你才知，原来社会拢真普遍的话，原来有一日食。到当吼，你才知啦。过去你唔知无要紧，到当你就知有了解，安尼我嘛真欢喜啦。本来当作人咧甲咱报，结果吼原来是咧报贵的节目，啊我嘛真感谢呢。只要每天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你继续甲我互相探讨甲参考，国情啊就是感谢咱公司台语台，就真努力哩咯。